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日 C Channel。半山羅便臣道嘅豪宅，一場大火，一個31歲嘅內地後生女就身亡，另外一男一女就命危。警方喺現場揾到冰壺，懷疑有人剔嘢或者吸煙，搞到失火。喺醫院命懸一線嘅64歲男傷者，原來係人稱湯場大王嘅尹柏權，而慘死嘅就係佢嘅新歡。呢位曾經喺香港鋪市湯到唔少人一頸血嘅湯場梟雄，6年前女友墮樓身亡，兼俾人搜到毒品半感化，但糜爛嘅生活不改，今次仲搞到咁大鑊。湯場大王金錢賺盡，人生卻一塌糊塗啊！老婆出軌，兒子自殘，自己剔嘢，女友身亡，到底係自我沉淪啦，定係因果報應呢？尹柏權靠湯場起家，但係近年都係商場選手。佢喺2024年將持有足足16年嘅旺角西洋菜南街昌記大廈地下嘅金鋪，以6380萬元慘甩手。呢一轉手，一鑊過勁輸50%，賬面足足唔見咗7400幾萬。輸錢可能對佢又不痛不癢啦，但係2020年嘅發生一場命案，就將佢糜爛嘅生活曝光。表面上大家以為佢係人生勝利組，身邊美女如雲，但喺2020年7月嘅深夜，一聲嘅巨響打破咗禮頓山嘅寧靜啊！一名27歲任職室內設計師嘅後生女，由禮頓山一個1700尺嘅高層豪宅洗手間墮下，香燒玉殞。而單位嘅業主兼女死者嘅同居男友，正正就係尹柏權。雖然警方調查就證實墮樓事件就冇可疑嘅，但係當探員進入單位搜查嘅時候，卻搜出咗多包嘅白粉啊！尹柏權當場被捕。2021年，佢因為藏毒案被帶上東區裁判法院嘅時候，為咗尋求輕判，佢不得不由辯方律師喺庭上親手撕開自己嘅家醜。辯方律師喺庭上面講，尹柏權會剔嘢麻醉自己，係因為男人最痛。佢發現自己老婆2次比綠帽佢大。第一次，尹柏權發現老婆同一個髮型師發展不尋常嘅不倫關係，大受打擊之下憤而離婚。到咗2004年，尹柏權為咗獲得加拿大嘅居留權，竟然選擇同呢個背叛過佢嘅前妻復合，仲買埋大屋俾佢住。重修舊好，並冇換嚟家庭嘅破鏡重圓，換嚟嘅係另一次屈辱啊！尹柏權冇耐再次發現，老婆竟然私自將高達2000萬元嘅資金轉賬俾一個酒店廚師。一查之下，原來佢老婆今次同呢個廚師又搭上咗，再次派舞啊！2次嘅背叛唔單止係情感上嘅重創，更加係對佢一個自命不凡嘅大亨最無情、最諷刺嘅踐踏。喺商場上呼風喚雨、自視甚高嘅商界巨子，竟然俾自己嘅女人羞辱2次啊！仲要搭上嘅係身份拍馬都追唔上佢嘅髮型師同廚師。更慘嘅係，佢哋嘅仔因為接受唔到阿媽出軌破壞家庭，大受打擊，自我傷害啊！面對住妻子嘅背叛、兒子嘅崩潰，戶口數字再多，仲有咩意義啊？尹柏權喺極度痛苦同壓力爆煲之下，所以開始剔嘢麻醉自己啊！當年法庭考慮到佢家庭慘劇嘅背景，加上佢細佬妹出面寫求情信，話哥哥好孝順，出錢供養細妹讀書，細妹患癌嘅時候俾咗好多錢，最終就判處咗15個月感化令。尹柏權嘅崛起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當時日本零售巨頭八佰伴喺香港大舉擴張後陷入財困，急需拋售資產套現，尹柏權就果斷出手，從八佰伴手中接下咗位於天水圍嘉湖山莊嘅商場，並正式將佢重新包裝，改名為新北江商場。佢將一個大商場好似切豆腐咁，瘋狂咁樣切割成幾百個甚至上千個獨立業權。呢啲鋪位面積細到得返幾十尺甚至10幾尺，
將商場變成咗一個充滿投機泡沫嘅修羅場。尹柏權精準咁樣捕捉咗香港人渴望擁有一間鋪、一鋪養三代嘅集體發達夢。當佢將商場化整為零之後，每個蚊型鋪位嘅入場費頓時下降100甚至幾十萬。對於一班手頭上有少少積蓄，買唔起住宅或者大鋪，但又嫌擺喺銀行收息太悶嘅小市民嚟講，簡直就係天大嘅誘惑。於是喺強力地產代理嘅推波助瀾之下，當然就俾人掃晒啦。小市民以為買到嘅係改寫命運嘅入場券，唔知自己已經跌入咗俾人割韭菜嘅陷阱啊！尹柏權呢種快進快出嘅炒場手法，根本唔係為咗永續經營嘅，而係純粹嘅粉飾櫥窗，製造泡沫，趁高套現，拍拍籮柚離場。為咗喺最短時間之內將呢啲豆腐潤鋪位高價清倉，佢仲整咗一大堆巧立名目嘅營銷手段，又話有保證超過回報啊！唔少買家最後中伏貪字就得過貧咯，集體嘅控訴。隨住新北江模式嘅成功，尹柏權 keep 住不斷劏場。佢2012年以19.8億購入尖沙咀百樂酒店嘅基座，分拆為首都廣場發售。分拆之後成功套現30億啊，賬面淨賺10億。隨後又連環打造荃灣嘅地王廣場同埋銅鑼灣嘅銅鑼廣場，加埋賺咗幾十億噶。但接佢貨嘅小業主就慘咯，由於劏場鋪位面積太細，有啲仲係得嗰10幾20尺，加上業權太散，冇辦法統一規劃管理，結果全部都變晒死場。加上近年商鋪大冧市，好似銅鑼廣場咁啊，有小業主就喺2025年大約200萬買入，最終只能壯士斷臂式以8萬蚊賣出鋪位，足足輸咗96%。而尖沙咀首都廣場嘅湯鋪，有小業主當年用咗600萬買入，最後竟蝕500幾萬離場，輸得相當慘烈啊！尹柏權呢套吸星大法喺香港鋪市同小市民嘅身上榨取咗成高達數十億甚至接近100億嘅個人財富，錢佢就揾到啦，但人生呢？尹柏權係商界嘅奇才，但係自己嘅私生活就一塌糊塗。佢喺外面將商場就劏到支離破碎，小業主接貨話就話你情我願，但係咁嘅經營手法，擺明就係有心人裝無心人啦。唔少接火棒嘅輸身家，但係命運係諷刺嘅，佢嘅屋企同樣都支離破碎，妻子2度紅杏出牆，轉走咗幾千萬資產貼佬，個仔承受唔住屋企嘅破裂而不斷咁樣做傻事。前女友喺屋企墮樓身亡，而家一場大火，現任女友啊慘死，尹柏權自己都命危啊！最令人搖頭嘆息嘅係，警方喺火場起火單位入邊再次尋獲咗冰壺呢啲工具啊！咁代表咗6年前禮頓山嘅教訓對尹柏權根本就冇影響。6年過去啦，佢身邊嘅女友由20幾歲換成咗31歲。跑馬地嘅禮頓山換成咗半山嘅羅便臣道，但糜爛填補空虛嘅生活方式就從來沒有改變過。睇翻尹柏權呢大半生，佢由一個飽讀詩書喺中文大學畢業嘅高智商精英，夠狠兼睇準人性，將一個商場劏開拆售，榨乾基層血汗錢嘅100億巨富。佢由一個風光無限嘅地產大亨，變成一個大盡綠帽、眼見兒子自殘、前女友墮樓身亡嘅悲慘主角，直到今日喺半山豪宅嘅熊熊烈火之中，新女友慘死，自己就插滿咗喉管，瞓喺深切治療部昏迷不醒。呢個活生生嘅例子，簡直就將繁華落盡、滿目瘡痍呢8個字演繹得淋漓盡致啊！命運俾過佢轉身嘅機會，但係佢似乎並冇捉緊改過嘅機會，最後就落得咁嘅結局咯。睇完尹柏權呢30年嚟由巔峰走向毀滅嘅人生軌跡，我想問下每一位觀眾，
你哋覺得今日發生喺佢身上嘅一切，到底係佢自己執迷不悟啊，私生活唔檢點所帶嚟嘅自己攞嚟，定係冥冥中自有主宰嘅因果報應呢？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發表你哋嘅見解。我哋下次再見，拜拜。請各位觀眾立刻 subscribe 我哋金密師 channel，CLS comment like share，我哋會更落力製作更多嘅資訊俾大家。多謝支持。